喂，大家諗一諗下，你個印象緊呢個銀行戶口有冇試過無啦啦俾錢你使噶？如果冇嘅話，咁你可能真係走步啦。今次我哋就嚟測試下點樣可以喺英國簡單撳幾個掣轉會就可以輕輕鬆鬆賺到銀行送俾你嘅現金獎賞。好，我哋不如直接啲啦。不如你問下自己一個問題：你而家用緊嗰個銀行戶口，除咗俾你儲錢同使錢之外，有冇主動俾過錢嚟使先啦？如果個答案係冇嘅，咁你真係錯過咗一個好大嘅機會噶啦。冇錯啦，其實係因為英國嘅銀行業嘅競爭真係非常之激烈，為咗要搶客啊，佢哋可以話係不惜工本，直接用白客化嘅銀紙嚟吸引你轉會。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好好把握嘅重點。OK， 咁事不宜遲呢，我哋即刻嚟睇下，到底市面上有啲咩咁算嘅嘢？究竟邊間銀行最大方？邊個優惠又最啱你呢？嗱，大家可以睇下呢張圖表，就列出咗幾間大行嘅優惠。你睇，獎金由175磅到成400磅都有，好似 Santander 同埋 Lloyds 都係俾200磅。但錢唔係唯一嘅豪利因素，你都要先自用學邊個最適合你。例如，如果你想喺日常交稅電買費嗰度三番強比，咁 Santander 嗰嘅現金回贈可能就好吸引啦。但如果你最重視嘅係客服務，咁 First Direct 就出晒名係頂值嘅。所以記得要睇埋佢哋嘅最低存款要求，同埋有冇啲外賣嘅着數。咁到底全場最高嘅迎新獎賞係幾多錢呢？答案就係400英鎊，冇錯，係 Barclays Premier 戶口。不過咧，俗語都有下啦，食得鹹魚抵得渴。呢個優惠嘅門檻都係全場最高嘅，你需要年薪有70.5千鎊，或者喺佢哋銀行有10萬鎊以上嘅儲蓄或者投資先得。所以咧，呢個就唔係個個都玩蝕啦。聽到呢一度咧，你可能會覺得，哇，轉銀行戶口聽落好似好麻煩喎。其實完全唔係噶，因為英國有一個非常之方便嘅系統，可以令到成個過程咧變得超級簡單。呢個就係關鍵啦。Current Account Switch Service， 簡稱 CASS， 你完全可以當佢係一個免費嘅一站式銀行登錄服務。佢保證喺7個工作日之內，自動將你所有嘢，好似你份量，所有自動轉賬，由舊戶口順順利利咁轉移到新戶口，仲會自動幫你刪埋個舊戶口，真係完全唔使你操心。簡單嚟講就係3部曲。第一，上網只啱你薪水嘅銀行填好份申請表。第二，喺申請嗰陣同間新銀行講，你要用 CASS 服務轉會。第三，等7個工作日就搞掂。只要你符合晒銀行嘅要求，份獎金好快就會傳入你嘅新戶口噶啦。當然啦，冇鬼在細節嘛。喺你更新節走去申請之前，有幾樣好重要嘅嘢，你一定要知清楚先得。喺申請之前，你要 check 清楚4樣嘢。第一，你係咪全新顧客先？第二，你份量夠唔夠符合佢最低存款額嘅要求？第三，你係咪最少2個有效嘅自動轉賬可以轉過去？最後，記住睇清楚個優惠嘅截止日期，千祈唔好錯過。講到有效嘅 Direct Debit 呢個定義又好重要嘅，意思係話咧，呢個自動轉賬係過去13個月之內有扣過數，又或者係你設立咗唔夠13個月，就算一次數都未扣過，都一樣當係有效。所以啊，就算係新設立嘅轉賬都計數噶，呢點大家要留意。仲有幾種情況要小心冇中伏，例如如果你呢幾年已經喺同一個銀行集團攞過迎新獎賞，咁就可能冇離婚啦。另外，要睇清楚一個優惠支唔支援聯名戶口。最重要嘅係，你唔可以喺同一個集團內部轉，例如由 HSBC 轉去佢旗下嘅 First Direct， 或者由 Lloyds 轉去 Halifax， 咁樣都係唔計數噶。好，了解晒所有資訊之後，咁你哋下一步可以點做呢？英國有個好出名嘅理財網站叫 MoneySavingExpert.com， 佢哋都講過，有好多醒目嘅人唔係淨係轉一次就算，而係不斷留意住市場上有咩新優惠，秘密轉會，累積落嚟轉到超過1000磅。呢個係證明咗呢樣嘢唔係一次性嘅作輸，而係一個可以持續操作嘅額外收入來源。所以
成件事最關鍵嘅一點就係唔好淨係睇獎金有幾多，一定要花少少時間仔仔細細咁睇返所有條款同埋細則，揀一個最符合你自己收入同埋消費習慣嘅優惠。好，翻到嚟我哋一開始嘅問題，而家你知道晒所有竅門啦，你準備好未啊？而家係時候行動，叫你間銀行俾翻啲錢你試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